李牧，李牧，李牧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是不是把李默抓走了？你为什么总是怀疑我？你是不是已经投靠了安世耿？楚林墨是出逃秀女，她的下场只有死。你跟她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把她抓走了？我没有。冷贤弟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放开我！你把我引过来，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没有想做什么。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两位大美女同时爱上你。冷贤弟，你的艳福不浅呀，真让你难以选择。你少跟我废话，把他们两个放下来。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。据我了解，姬瑶花她跟随你多年，曾为你上刀山下火海。她为你付出了一切，都是因为她爱你。同样，还有这位出逃的秀女，她曾多次在生死边缘解救你，她不顾自己的性命，对你这么好，也是因为爱你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现在他们两人就在你面前，你很难抉择吧？把他们放下来。有什么事情你冲我来。君子爱成人之美。我是过来人，非常清楚生不如死的感受。只要你今天选择了一个，另一个就交给本王，帮你了断，如何？安世耿，你要是敢动他们一下，我定会杀了你。姬瑶花，听闻你对冷血是一往情深，在神侯府，你们被誉为天生的一对儿。我猜，他必定选你无疑。我不会救他。他已经背叛了神侯府，他不值得我这么做。冷血，你让火油运进京城，其实你跟安世耿早就有所勾结，师叔一直在背后观察你，只是没有揭穿你。瑶花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姬瑶花，你听到了吗？冷血是你深爱的男人，他居然这么对你。冷血，我能有今天，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的，是你逼我背叛了神侯府。瑶花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犯的是谋反大罪。你身为堂堂的捕快，怎么能跟他同流合污？你还口口声声说是我在逼你。要不是你薄情寡义，见异思迁，我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？我怎么会落到这副田地？这一切都只怪我错用了情。过去的事情是我欠你，如果你肯回头的话，现在就亲口答应我，跟我回神侯府，向师叔认罪。这一切都太迟了，太迟了。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一切都太迟了。
申侯府已经容不下我及瑶华了。瑶华，你真的这么决定吗？娇花，冷血的一言一语，你要记好了。你一个将死之人，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心已死，哪儿都不是我的归宿。王爷，动手吧。看来另一个美人要说话了。冷大哥，你别管我，去救姬统领吧。姬统领曾经救我一条命，要不是他，我早就不是洁白之身。我欠他一份情啊！楚离墨，我不要你猫哭耗子假慈悲。不，我是真心真意的。上次你救我的时候，你要求我做的事情，我并没有做到，是我害你走到今天这步田地。如今我能够弥补的，就是以我的死换你一条性命，这样我才能履行当时我对你的承诺。到现在还假惺惺，我不稀罕你的可怜。你和冷血早已私定婚约，你们定下婚约的那一刻，有没有想起过我？现在这些一点都不重要了，冷大哥，以后就麻烦你照顾了。冷血欠我的是他欠我的，你凭什么替他做主？谁稀罕你替我哀求？李默，你不要再傻了。季瑶华既投靠了安世耿，安世耿怎么可能会杀害他？姬统领他身患重病，时日无多。如果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会内疚一辈子的。所以冷大哥，我求求你，我求你救姬统领吧！别废话，冷血，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到底要谁？把楚离墨给我放下来。季瑶华，我觉得你真的好可怜，你这一生的爱，此刻全部都付之东流。冷血，瑶华跟你从此恩断义绝，来生再见，你我就是仇人。季瑶华，既然人家把你的痴心踩在脚下，从今天起，本王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这回你该对冷血死心了吧？在他的心里，你根本就是微弱细尘。一个人若喜欢另一个人，根本就不会在乎他做过什么，他是什么身份，他喜欢的是他的本身。难道这一点你还看不透吗？从头到尾，除了本王，又有谁在乎过你？你爹的死，申侯府关心过吗？冷血关心过吗？别说了，在他面前，你已经没有了自尊，哪怕是你跪地祈求，他也根本不在乎。说白了，在他的心里只有楚离墨一个人。别说了。把它吃了，
让自己无情无义、无爱无念，你就不会这么痛苦了。公公，诸葛大人，襄王说了，不见有罪之人。您现在是戴罪之身，实在是不便见襄王。而且，这紫禁城也不能让有罪之人随便进出的。诸葛正我的确有10万火急的事情，要求见襄王，还请张公公再通报一声。这是襄王的命令，我们这些做工人的哪里敢违抗襄王啊？诸葛大人，您还是请回吧。襄王不愿意见您，您是怎么样也见不到襄王的。来人呐，请大人回府。慢着，见令牌如见皇上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赐我令牌，就是要我在危急时刻能够挺身而出。烦请张公公，现在就让我见襄王。是。诸葛正我拜见襄王。本王不是已经说过了，不见你吗？你怎么还来啊？正我知道自己是个戴罪之人，但我依然冒死求见，是因为有件10万火急的事情，不得不向襄王禀告。是什么10万火急的事，值得你冒死来见我啊？襄王，请您过目。这不是火油布吗？攻城的时候用的，你从哪里弄来的？诸葛正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神侯府的主事，但我还是让4大名捕暗中去调查钱穆案。我们发现钱穆案事有蹊跷，这其中一直有人在暗中阻扰4大名捕查出真相，而且我们发现襄王大人包围了安王府，马上就要闯进来了。来的倒挺快呀。叔王，您带这么多人来我府上做客，
怎么不先通知侄儿一声啊？石耿啊，诸葛大人说你的府里私藏火油，招纳死士，密谋造反。这个事情，本王一定要查个明白。叔王，您贵为监国，可千万别听诸葛大人的片面之词。安王爷，你私运火油进京，目的是想要炸掉京城吗？哼，火油，闻所未闻。安王爷，您自个儿闻闻这是什么？就凭一块破布，你就来怀疑本王啊？这块布上的火油，是取自一辆以运酒为名义的马车，而这辆马车是驶向你安王府。安王爷，您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吧？诸葛大人，看来秀女之案，你着实对本王怀恨在心。现在假造火油、死士之类的谎话来诬陷本王，你是何居心？四大名捕已经截获你的车辆，你的手下也畏罪自杀，如今证据确凿，是吗？随便抓一个人来，都可以说是我的手下。安王爷一向惯于利用他人，四大凶徒温如玉、九尾狐，还有奴奴，都曾经被你利用过。这些都是奸险之徒，我根本就不认识。是谁躲在那里？给我出来！于春桐拜见襄王爷。于春桐，你躲在那里做什么？你怎么会跑到安王府来？小人，于总领是我的客人。哦，是，我是来拜访安王爷的。看到襄王大驾光临，所以我才回避起来。一派胡言！你早就勾结了安世耿，陷害韩龙，企图掌控六扇门。诸葛大人，你可别血口喷人。你不单是掌控了六扇门，还利用姬瑶花掌控我申侯府，要他为你做事吧？笑话！姬瑶花可是你的下属，据我了解，你还是他的义父，他怎么可能替我做事？叔王，他们这些外人就是喜欢搬弄是非，无非是想让我们皇族的人自相残杀，想让皇上身边失去忠心耿耿的族人，完成他们的阴谋。阴谋造反的人是你，安世耿。你申侯身份被人取代，怀恨在心，现在还要重伤姬瑶花，你说你是何居心？当年蝶舞的死，你始终是耿耿于怀，处心积虑地策划了官员被杀案、玉玺案，还有钱穆案，这些都是你为了报复皇上所做的布局。如今又安排了这么多的火油死士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全是你的谋反之心。证据呢？证据呢？凡事要讲究证据。你对皇上的仇恨已经达到了顶点，还想解决我和朱王爷2个绊脚石，企图谋反朝廷，但没想到一次又一次被4大名捕粉碎了你的阴谋。安世耿，你危害了多少无辜的忠良百姓，无辜的妇孺？你这么做，如果蝶舞地下有知，他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你没资格提蝶舞。够了，你们不用争执不下。石耿，是非曲直，你让我们进去一搜便知。羽林军是。叔王，这白纸一旦沾上了墨，想让它复原就难了。石耿啊，本王身为监国，只要你是清白的，本王就可以保证你白璧无瑕。也不枉本王多年来一直这么的厚待你。你厚待我什么？你厚待我，还带这么多人来抓我。叔王，你我都是庶出，我们受过多少冷眼？凭什么那些嫡出的皇子就比我们高贵？
凭什么？你说话要小心一点。你不是厚待我，你分明是看不起我。我所做的一切，就是想证明给天下人看，所谓的血统论，全都是骗人的。世刚，就是因为我太相信你了，我才不希望你犯下如此的滔天大罪。来人啊，给我去搜！是。所有人都给蝶舞陪葬！保护襄王！襄王，属下其实是潜伏在安世耿身边打探消息的。如今时机已成熟，属下要向襄王激发安世耿所有罪行。哦，火油就藏在地宫里。安世耿，你竟敢真的造反！连自己人都杀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现在我要捉拿你归案。
对不起，我不该回来的。你还要去哪里？你不用管我去哪里。总之，我就是不应该回到沈侯府。你要走可以，但是你得告诉我，这些日子你去了什么地方，跟什么人在一起，做了什么？你这是关心我，还是想知道其他的？都有。我知道，我在你心中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毒女。依依，我当初带你来沈侯府，就是希望你好好的留在府里，可是你总是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失望。你从来都没有体谅过我。铁手这个名字果然很适合你，你不但是个铁手，还是个铁石心肠。我这是铁面无私，我就是要管着你，让你不再用毒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再也没有用毒，也没有害过人，你相信吗？只要是摸着良心说真话，我都信。依依，只要你决定改过自新，我待会儿就去求世叔，让你继续留下来。留下来？我为什么要留下来？我留下来让别人鄙视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毒女吗？你不要说气话了。其实你失踪以后，我一直很担心你。既然你担心我，那你为什么不找我？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受了很多苦？受苦？你受了什么苦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算了，都是我自作自受，我不想连累其他人。依依，其实你离开以后，我一直想去找你，可是最近神侯府实在发生了太多事情，我脱不开身呐。我只能每天为你担心，每天我吃不下饭。能让你这个铁口说这么多软话，已经很难得了。其实我也有错，还有我一直都很想你。上次跟你吵完架之后，我就被袁不邪关进了铁壁山。袁不邪，他还活着？他有没有伤害你？你不要紧张，他没有伤害到我，而且我福大命大，有贵人相助。贵人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你还在练毒？我没有在练毒，你不要误会。它是小金蚕，是专门克制毒虫的。克制毒虫？嗯，就是他帮了我。袁不邪一直想让我练成毒魔仙子，可是我不想，所以小金蚕就帮我杀死了毒虫，还有袁不邪，还帮助我逃出铁壁山。原来如此啊！好多事情要亲身经历才明白，用毒其实就是害人害己。我正是因为沾上温如玉，所以难逃一辈子的厄运。依依，不要多想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我林依依向铁手保证，我一辈子都不用毒了。我发誓。不用发誓，我只要你一个承诺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再也不要吵架，再也不要分开了，好不好？嗯。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想你啊！我也很想你。你这些日子都去哪里了？我被我师兄抓了，不过还好我福大命大，活着回来了。你师兄为什么要抓你呢？这些都已经过去了，我想这些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。那你这次回来跟铁手的关系和好了吗？我跟铁手哥哥已经和好了。经过这一次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最思念的人就是他。其实铁手也很想念你，只不过他没有说出来罢了。现在我知道他是全心全意的对我好。看到你们和好如初，我真替你们感到高兴。我希望你们两个人以后能相亲相爱，永远都不分开。谢谢你。那你跟无情怎么样啦？我跟无情没什么。我知道你一直喜欢他，你是真心真意的对他好，但是他心里思念和牵挂的人不是我，我跟他只能做好朋友。
花点心思跟耐心，你一定可以感动无情的。这是襄王送来的公函，他让我官复原职，再掌神侯府。恭喜师叔重当主事。这次安世耿密谋偷运火油进京，幸好被你们及时发现，掌握了证据，这才能够光复神侯府，京城百姓和紫禁城才得以幸免于难呢。安世耿想用火油炸毁京城。知道本王今天为何只召见你一个人吗？冷血不知，前谋案是4位名捕在诸葛大人的率领下一起完成的，理应也召见他们才是。皇上已经赦免了神侯府私藏秀女的罪名。至于其他人，以后是要赏的。不过今天召你来，可是为了一件喜事。喜事？冷血，这里有皇上的2份密诏，红色的就是活诏，黄色的就是死诏。是死是活，就取决于你自己。冷血不知道襄王此话何意？皇上看重你，想你忠心朝廷，又有一身武艺，已招你为驸马。加上紫罗公主又常在皇上与太后跟前念叨你，招你为驸马就是活诏。襄王，这个绝对不可以。冷血早已有意中人了。本王还没有说完呢。这死诏就是，如果你选择了你的意中人，那就会有一道白绫赐死你的意中人；而如果你选择了紫罗公主，那你就是大明的驸马了。冷血恳请襄王，让皇上收回成命。本王何曾没有为你求过呀？你看，皇上此刻正在病中，就是希望用紫罗公主的婚事能为宫中带来一些喜气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忤逆皇上，皇上肯定是会大发雷霆的。再说，神侯府刚刚平息了一场风波，难道说你还要为神侯府再带来另外一场风波吗？来，这活诏是喜事，这死诏就是要你放弃你的意中人，
是死是活，你选一个吧。皇上的2份密诏，一个是活诏，一个是死诏。是死是活，就取决于你自己了。如果你选择了你的意中人，那就会有一道白绫刺死你的意中人；而如果你选择了紫罗公主，那你就是大明的驸马了。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？你先坐。谢谢。在青葛部落的时候，林墨姐姐给你做过同样的点心，想要唤醒你的记忆。我看你很爱吃，所以就给你做了一些。你怎么了？我做的不好吗？不是。点心虽然一样，可物是人非。你还是忘不了如烟，但她已经去世了，你依然这么牵挂着她，这样只会让自己更痛苦。墨雪公主，我很感谢你的好意。在你失去记忆的时候，林墨姐姐一直照顾你，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喜欢上了她，对不对？林墨跟冷血是一对情侣，我不会背叛我的兄弟。就算你否认，也难掩你心里对林墨姐姐的爱意。我知道，这段日子你一直在挣扎，在矛盾。你在所有人面前都表现得若无其事，虽然他们看不出来，但你瞒不过我。有时候，我自己也搞不清楚。在青葛部落，只要你爱上一个人，只要他还未成亲，你就有权去追求，去争取。爱情不是努力争取就能获得，爱情不是单向的，也不能够一厢情愿。爱情需要双方面。你都没有争取过，那又怎会知道结果如何？你今天做这些点心，就是为了争取。正如我说，爱情不是单向，爱情是双方面的。难道你一点都不感动吗？谢谢你。就算我把这些点心吃了，又能如何？冷大哥，你回来了，快来看！你看我最近新学了几道菜，这是手撕鸡，还有湖州红鲤，还有这个莲藕。我看你这几天忙坏了，就多做了几道菜给你补补。看你都累成这个样子了，快来坐，快坐下。这些东西都是我喜欢吃的，做了这么多，一定很辛苦吧？不辛苦，怎么会辛苦呢？这些都是做给你吃的。况且，我总不能待在这里，整天闲着没事做吧？其实你也可以闲暇，和那些丫鬟们，还有仙鹤寺的女神捕们，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们现在有婚约了，伴在你身边，好好照顾你是我的责任啊。而且我想这么做嘛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没有我了，你怎么办？我怎么会没有你呢？而且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我早就离不开你了。
你还记得那些我们在村屋的日子吗？我不也这样整天做饭给你吃？那时候我们多开心啊！是啊，你的身边怎么能够没有我呢？但是你要有你自己的生活，你的生活不只有我。从我们定下婚约那时开始，我早就已经决定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全部。好了，看什么呢？还不赶快吃，菜都凉了。吃饭。嗯。冷大哥今天怎么怪怪的？